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9章。至悬的上主讲：人主啊，你着对米色甲土巴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高级传达我的信息，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甲你作对，我要甲你调翻头。互你离开极北平的所在，带你去攻打以色列的山，然后我要甲你倒手的弓甲正手的箭拍落去。你甲你的军队以及缀你来的外族人，拢要死伫以色列的山。我要互你做鹰鸟甲野兽的食物。我捌讲。你要死伫野地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我要放火烧马吉甲平安徛起伫沿海一带的人民，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伫我的子民以色列中间显示我的圣名，绝对无容阮我的圣名阁受亵渎。安尼。列国就知我是上主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恁就知日期到啦，我讲的迄日来啦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以色列逐城镇的居民要出去捡人迄角的军器做兄火的柴，就是盾牌、弓、箭、枪、棍仔。才会有够互因兄7年久。因毋免阁去野外捡柴，毋免阁去树林采柴，因为人迄角的军器袂当互因兄火。因要抢遐个捌抢因的人，要劫遐个捌劫因的人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上主讲。伫迄日，我要伫死海的东边以色列地的出外人山谷，找一块地，互高吉做墓地。即块墓地会挡着要对遐经过的人，因为高吉甲军队伊的军兵埋葬伫遐。即个山谷要叫做高吉军兵谷。以色列人为着要洁净迄块地，用7个月的时间甲因埋葬。迄所在的人拢出来参与，对安尼因得到学乐。这是我显示阳光的日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因7个月久，派专人去逐所在巡查。将遐个来侵犯以色列的人的尸体埋葬好势，互土地洁净。巡查的人行透逐所在，看到死人的骨头，就伫边仔做记号，听候人将遐个骨头埋葬伫高吉军兵谷。伫遐嘛有一座城叫做汉摩纳，意思是军兵的城。安尼土地就得到洁净。至悬的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着对逐种的白鸟甲野兽讲：来，对逐所在聚集我来食我伫以色列的山为恁准备的祭肉。恁通伫遐食肉、啉血。恁要食战士的肉，啉世间首脑的血，亲像在食巴山肥的绵羊犅、羊仔囝、山羊犅、牛犅相款。恁要食我为着恁准备的祭肉，食肉食甲饱，啉血啉甲醉。
我要伫我的宴席食战马、马兵、战士，就是所有大军的肉，食到饱饱饱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讲：我要对列国显示我的荣光，万民就要看见我安怎下手伫因身上施行审判。对迄日起，以色列人要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。列国要明白，以色列人受放逐，是因为因的罪过，因背叛我，我就面越走无看顾因，搁将因交互因的对敌，互对敌甲因杀死。我照因的污秽甲罪过对待因，我面越走，无要看顾因。至悬的上主阁讲：当我要怜悯以色列所有的人民，互受放逐的雅各后代转来，阁要尽力维护我的性命。因伫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，无受威胁的时，因要袂记得过去所受的见笑，甲背入我的罪。我甲因对敌的地聚集起来，对列国带转来的时，列国就知我是神圣。我甲因放逐去外邦，后来阁甲因组织转来本地，要留一个伫外邦，因就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。我要将我的神摒落互以色列人，袂阁活转身无看顾因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